一级棒棒一级棒，起丢高。只会把这么多星巴克放在后面？因为要过年的，拿一些加菜金，来给家福中心给那些长辈小朋友加给他。谢谢。整理成像好喝的东西吗？是星巴克。带一个小小的心意，连请让那边一些长辈啊，还有我们的小朋友这样的菜。不好意思，谢谢。那请大家喝星巴克。谢谢转领董娘，马到成功。谢谢，马上有钱。有对。我一开始董娘怎么感觉很家常便饭的感觉？和你等下跟董娘一直跟我们家福中心有长期在合作，所以我们一直有保持很好的互动关系。我想说他穿就是这么休闲，然后结果是来家福中心。我刚才为什么你知道吗？我在家里变来的。来，妈妈这个给你，有几个小孩？两个，最小最大20几岁，辛苦你了。小孩很快就长大了，很多我们看不到的角落，就是需要人家的帮忙。如果想要让爱传出去的话，这里有资讯。